这种家庭，姐夫他是不争的一个人哈，他不是说他想要追求什么，他真的是一个不会去想要争取什么要做什么，他就是一个很平凡的一个姐夫哈。在民国78年刚好我们知道，因为我们家里在过去的传统的社会里面，姐姐们呢都是听说父母的婚约的安排哈对象不是头目就是摆烂哈，所以是这个样子，所以姐夫呢跟姐姐就相亲，然后他们两个就一见钟情。这个一见钟情让他们能够到今天他们两个夫妻非常的互相尊重哈，彼此相爱。姐姐呢其实她是嫁到田寮，在高雄过去呢就在工作生儿育女后有2个女儿，然后4个夫妇哈。那在工作融入了这个家庭呢，姐夫非常的刻苦耐劳哈，也非常的认真，在家里有什么事情，他都是一马当先来扶持帮助我们本家甚至我们的部落哈。姐夫他一定会伸手他的双手哈，他也融入了我们这个基督化的家庭，久而久之，他看见在这个家庭里面有很多都是基督化的家庭，所以他久而久之就感受到那个主耶稣的爱在这个家庭里面。那姐夫呢，他是一个很客气，也是很谦虚的一个人。每当我们有困难的时候，他是第一个我们可以想到的。尤其是我感受最深刻，因为我家就在旁边。我肚子饿了，我怎么了？他第一个都会问，姐姐弟弟有没有吃饭呢？有没有怎么样哈？这个是在生活上。那刚刚牧师一句，可是透过姐姐，还有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，还有的阿姨哈，还有他特别强调为什么你们的牧师那么温柔，那么会为人家祷告呀？他心里面就一直在想，怎么那么好？心里面一直在想说，做基督徒那么好，所以他心里面就一直在盘算。因为我们知道闽南人的信仰跟基督徒都会有一个拉锯都没有办法，所以在姐姐的感受，你的生命结束了，你要到哪里？你要到哪里？所以姐夫他就一直在思考、思想自己未来会怎么，会到哪里，会看见自己的家人。那当然不是因为生病了之后才受洗，因为他的生命是还没有生病的时候，他也是一样一直在听，在看我们怎么做。所以我们在座的这些基督徒，我们一定要以身作则。然而我相信，我今天其实很悲痛，也很高兴，因为我可以说我的任务完成了。因为把这主他一直在看我们怎么做，怎么走，怎么行，怎么遵行。所以我今天要给大家一句，就是姐夫的生命的转变，就像在约翰福音的12章24节，一粒麦子剥落在地里死了，仍旧是一粒麦子。一个让我觉得他们是一个能够备受尊重，所以我今天我带着一颗喜乐的心，也带一个
荣誉的心、荣耀的心，因为我的姐夫完成了在蒋家的一个使命。跟他帕斯玛，谢谢。我认识你那一个记，我这心都交给了你。当我紧要你那一个记，我就是你的儿女。当我徘徊在痛苦的边缘，是你伸出你的手。当幸福来敲门的时候，我知道那是你的恩典。你的恩典充满世界每个角落，让人平安，让人有喜乐。今生跟随主耶稣，你是我的主。你用宝血洗净了我们。生命中如果没有生命之意，世界换了叫主
我心，今生跟随主耶稣，你是我的主，你对十字架一辈子。跟从了人的每一个角落。平安，平安，想跟妈妈说一件话。想要给在天堂我最亲爱的爸爸，爸，今天是你的告别式，也是我们送你最后一程的日子，在那里等你好吗？我们都很想念你，相信你也是。经过了这一年，你不断的接受这些治疗、是化疗、的电疗，很认真，没有偷懒过。妈妈和我们一样，一直陪着你努力跟病魔搏斗。我们很辛苦，妈妈很辛苦，每天24小时都不敢松懈，只要为了你好。你在我们心里是最勇敢的爸爸。爸，我们说好，要等你回来。爸，我们知道你很辛苦，你会很累。爸，我们知道你身上很多的疼痛，但现在已经不痛了。爸，我知道你一定很想念我们这些孩子还有妈妈。爸，我知道你一直在默默的守护着我们。今天我们想要告诉你那些我们从来没有说过的话，想说却也来不及说的。感谢这么多疼爱爸爸的家人还有亲